大家好，我係肥仔傑，今日喺度向大家推薦一位立法會候選人楊樂軒。楊樂軒今次參選立法會九龍中選區，佢係一個敢闖、敢拼、敢擔當嘅年輕人。佢係澳洲註冊會計師，亦都係清華大學碩士畢業生。我哋相信佢一定可以以專業嘅能力、專業嘅知識喺政策層面為大家、為九龍中、為香港帶嚟改變。我係楊樂軒。香港過往一直面臨人口老化、出生率低嘅局面，要破局就一定要有改變，減低生育壓力，促進本地就業，增強社區參與度。阿軒會喺政策層面上面做好民生工作，唔係有窿補窿，耗費資源。希望發展嘅成果可以帶俾我哋市民切實嘅幸福感。懇請你哋喺12月7號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我楊樂軒。12月7號專業領航，我哋一齊啟航。